大家好啊！大家侯醫生，多謝頭先侯醫生咧咁，即係其實好難得㗎。點解咧？我換咗神25年啦，都冇試過好似侯醫生咁樣同大家即係講一啲，即係其實咧我都去睇我好多年啦。係啊，好多時咧我話咁樣好詳細咧分析各方面嘅因素俾大家知，所以我覺得係好珍貴嘅。侯醫生同我哋做一個咁好嘅一個報告。咁其實咧應該我錄咗影啊，希望咧抌落去嗰個係咯係咯，腎議會嘅喺個第個 Facebook 啊各方面咧加強多啲宣傳。即係希望咧多啲人咧想多知道多啲資料咧，有陣時咧，佢呢啲資料咧係特別我哋啲換咗腎25年，啲換咗腎嘅人啊係好需要嘅。咁我自己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啦，即係換咗腎，我換咗腎25年，實質係24年啦。咁頭12年同後12年嘅情況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咁最後尾先講個步行養生功嘅功效。咁最主要咧就我換咗腎，我換腎係42歲嗰時換啊。咁換咗歲，而家就去到66歲、67歲啦。咁咧就咁啊喺即係喺我42年前咧就腎衰竭咧，就換咗腎咧就一換咗腎咧，其實其他情況就唔講，我最主要講換腎嘅換腎嘅之後嘅情況啦。咁咧換腎咧，其實咧原來好多風險啊，真係好多風險。咁你都聽過啦，寶詠琴啊換腎啊，有腎有肝癌病人唔換得腎嘅。咁我本身咧就係一個乙型肝型帶菌者，乙肝嘅人咧肝臟咧就弱啲嘅。咁我哋為咗換呢個腎嗰陣時咧，醫院咧就當然俾一個強肝藥，我哋食，咁等我有一個好嘅肝嘅功能咧，跟住佢換咗腎，換咗腎翻嚟之後咧，咁咧就醫生嘅嘗試，因為上次唔可以唔食嗰啲強肝藥咧，可以繼續運作咧，咁個肝個腎，咁啊就試過唔食之後咧唔得，一肝解唔到個毒。嗰個因為頭先侯醫生講得好清楚啦，嗰個排出入嘅毒咧好重要喎，好一定要靠肝去解嗰個毒。咁所以咧，如果你肝功能一唔得咧，你個換腎就宣布失敗啦。咁我第一關咧，頭嗰12年咧，咁第一關就要過啦。咁我當尾醫生繼續俾翻肝藥我食啦嚇，食咗之後佢話得喎，可以喎。但係好景不常，半年之後咧就關藥性。慣藥食啲藥咧，自己適應咗之後咧冇效，咁冇效咧，咁啊醫生冇辦法啦，要換藥。好，仲有一隻最新嘅肝藥，勉勉強強你都即係仲有，好在你仲有舊患呢隻肝藥睇下得唔得啦咁樣。試過食咗之後得，咁啊所以咧喺我換咗腎頭嘅初期嗰時咧就成日講，成日都鼓勵自己要積極啲，咁啊就咁樣好唔知幸運定唔幸運啦咩情況？我好積極咁，點為之佢積極咧？頭先醫生所講嘅情況一樣啦。咁要定期食藥啦，咁自己咧做一啲適當嘅運動，恰當嘅運動。咁譬如打下太極啊，嗰陣時40幾歲、50歲，咁啊仲緩步跑緩步跑咁啊站樁啊，咁一啲教中醫、中學即係嗰啲醫學方面嘅站樁啊各方面，咁都係幫到自己嘅。咁幫到自己咧，咁經過12年咧。咁喺12年之後咧，頭先侯醫生都講咗啦，係嘛？一般嚟咗腎都係9年至11年到嘅啫，基本上你個腎咧就基本上就會用唔到嘅啦。咁咧，但係我好希望我去到第13年，2013年嗰陣時咧，我覺得其實講呢句嘢唔係侯醫生講嘅，係歐醫生同我哋講嘅。人哋同我哋講，你唔好諗住換咗腎一了百了啊，換咗10年8年咧，你就基本上就唔得嘅。咁我就當時我去到13年，去咗12、13年啦。嗰陣時咧，我好開心，因為我就話因為原來咧積極係好重要。咁我就搞咗因為我中意唱歌，咁啊就搞咗我第一次嘅積極人生音樂會啊。我亦都係腎議會幫腎議會希望即係籌翻啲營運經費。咁咧，我當時咧就做咗第一次嘅積極人生音樂會。咁頭嗰12年過咗咯喎，過咗咧。咁以為咧就即係當時鼓勵啲人積極啦，積極人生要即係面對自己點去做。咁跟住落嚟咧，自己又覺得自己即係有一定嘅，即係好似正常人咁啦。咁樣跟住咧，其實咧
頭嗰12年咧，你唔積極，因為點解咧？係要養妻活兒。因為點解我哋換腎咧？就當時都話要咗個腎咧，可以繼續可以工作，要養妻活兒啊嘛。咁當時我啲仔女咧都係6年班、5年班，係嘛？即係好需要，仲嗰時好需要我呢個去。咁我覺得由於點解要講一講呢個情況咧？咁其實養妻活兒好在我個妻咧有幫到我手，咁變咗咧我唔使養妻，個妻幫翻我一齊。我做即係開鋪頭嘅咁樣做生意咁，勉勉強兩個拍住檔咧。因為呢個點解我要講一講啊？原來積極人生裏邊咧，包括埋你嘅家人點樣一齊面對你嘅疾病，咁先可以解決各方面嘅問題。咁所以咧，因為如果你冇屋企人幫支持你，冇你嘅親人，你嘅最親嘅人幫你，咁你如果你工作壓力好大，咁你係咪好容易即係壓力大就產生咗你個腎好快衰竭？咁就我當時情況12，即係搞完個積極人生音樂會之後咧，因為又積極咗，就跟住參加社區做咗個會嘅主席。咁由於咧，跟住冇幾耐咧，突然間咧就消渴症，然後消渴症咧就係糖尿病嘅一種前期嘅一種疾病。咁等於就一驗之後咧，就已經係糖尿病啦。咁醫生話：我問醫生點解會咁啊？咁你跟住當然話佢話你工作壓力大，好大一個因素。咁當然啦，頭先侯醫生都講咗，嗰個類固醇係好重要，去令到我糖尿病嘅主因。佢話咧，但係你頭先都解釋咗，你唔食類固醇，因為你增加嗰個排斥藥，你仲危險性仲大。所以咧，二揀其一，焗住你繼續要食呢個類固醇。咁糖尿病之後咧，冇幾耐咧，原來糖尿病咧，意識着你個血液咧就糖分高啦，亦都令咗逆間上跟住冇幾耐就影響到你嘅心臟。我冇幾耐就心臟病。咁當然啦，呢個情況都係由於我所謂積極另外一個作用，你參與社區活動，經常去飲宴，經常去參與好多嘅活動，令到你即係你嗰個壓力大不特止，你生活嘅習慣咧開始又忙咗，同你平時所以病人就係病人，真係要注意你自己嘅你個飲食，你個日常嘅生活嘅運作。咁咧，由於所謂積極當中咧，由於你過分於繁忙，開始影響咗你個唔平衡啦，身體唔平衡。咁壓力嘅底下，令到你咧開始咧冠心病。咁咧，其實主要原因就係原來咧，我之前嘅所謂積極嘅人生裏邊，由於你過分多嘢做，平時可能你每日做一次運動，做半個鐘頭至1個鐘頭，或者一個禮拜可以做3、4日，做4、5日。當你多嘢做嗰陣時咧，有好多藉口你唔去做，一個禮拜咧做唔到1次嘅。咁咧，到我冠心病嗰陣時出現咧，就諗翻起，因為醫冠心病咧就西醫就已經侯醫生已經寫咗錢過去咗隔離心臟科咧，就通過仔㗎啦已經。咁咧就我又唔係話鼓吹人哋去睇中醫，因為咧咁啱我又有個朋友咧就喺浸會係一個教授，中醫教授佢咧就話醫呢個冠心病好有經驗，咁我信佢，即係佢都用電腦開藥啊 check 住我喺半年之內食半年嘅中藥，咁咧我慢慢咧就控制到呢個糖尿病。咁啊，從呢個冠心病我嗰時咧就學識咗，就摸清楚用由行路開始，因為冠心病咧我嗰個行一步就翳住個心臟。咁咧我又喺嗰時開始，我諗緊我又打太極又冇法，我唔跑得啦，嗰時唔跑得。咁啊行路，然後行路咧下一步翳住喺心臟。咁我諗尾我一路食中藥一路行咗半年之後咧，原來行路係可以舒緩翻個心臟冠心病。咁其他嘅作用有冇咩咧？咁我經過嗰個冠心病之後咧，我學行路。咁我慢慢咧，因為當時喺嗰時咧開始科技先進啦，啲視頻比較多，
咁上網咧就睇咗好多視頻，究竟即係嗰個其實講到尾咧，個人要研究，要多啲了解自己身體嘅結構，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咁樣就喺我了解咧，原來咧全世界啲公認咧行路咧步行咧係有好多好處。咁啊好簡單啦，步行一般都講對糖尿病啊、冠心病有舒緩作用啊，行得多增強心臟嘅質素慢而有力啊。咁啊行得多咧，你啲肌肉咧就會有彈性啊。你骨骼咧通過行路咧，你先可以容易吸收到鈣質啊。咁所以步行嘅好多好處。咁咧，咁我當時我由冠心病裏邊咧可以慢慢揣摩步行。咁我本身又係練太極嘅人，我有細佬教太極。咁咧，通過太極方面咧，咁有啲即係再全面去研究。其實我哋研究呢個實質上咧呢個步行功都係咁樣慢慢研究出嚟。咁其實呢個步行功嘅概念咧，都係我哋係通過自己咧係比較好科學嘅去通過。因為點解咧？我真係讚屯門醫院咧，而家香港嘅醫療嘅服務係非常之質素好好嘅。好簡單，每次嘅睇醫生之前一定要靠驗血啊嘛。嗰個驗血報告係好重要，而我係靠喺嗰段好長時間，因為嗰陣時咧睇多啲視頻啦，點樣去揣摩究竟邊啲。其實喺中醫同西醫嚟講都係一樣嘅概念。咩點一樣概念咧？西醫都係醫你個病就一定要食療，即係要注意飲食，係嘛？你有時營養科跟進你要食啲乜嘢，食啲乜嘢，跟住要食藥啦，定時食藥，係嘛？中醫都係食療、藥療，跟住西醫一樣物理治療。而喺物理治療方面咧，中醫咧就叫氣療。咁我喺呢個氣療方面咧，又係步行養生功咧，係更加全面，比普通嘅步行咧更加積極咁樣去調理，即係去用物理治療，令到原來物理治療咧你做得好咧，原來咧你對藥物嘅吸收咧，同埋藥物嘅副作用咧係減低，而佢嘅作用力咧又更加加強。點解會咁情況咧？因為咧原來行路咧係加強，最主要一個基本概念就係行路就係加強你嘅血氣混合。咁當然啦，好多嘅醫術方面或者武術方面講嗰啲咁嘅好比較覺得好似好高深，又話咩血脈運行啊，咩小周天啊，又話咁。其實我步行功咧都係有一套口訣嘅。口訣咧簡單嘅口訣咧就係接受咗太極嘅內功嘅一個安排，就係九鬆十要一虛靈。咁呢個嘢九鬆十要一虛靈咧，聽落去好似好複雜。咁所以咧，我今日教人哋嘅步行養生功咧，就係教一啲好簡單嘅，就係話，即係你行路注意幾樣嘢，咁咧你慢慢咧就會發揮好多作用。嗱，我簡單講個步行養生功有咩作用咧？我講翻自己嘅經歷俾你聽。咁我自己咧喺通過冠心病之後咧，我開始，因為當時我覺得死啦，我唔夠積極，咁我行路，咁我就即係行路咧，一路揣摩。咁我行路之後醫好咗冠心病啦。對於話對糖尿有冇幫助咧？咁我只能夠話，一般都行路都有對糖尿病都有舒緩嘅作用。咁咧我其實我冇幾耐咧，即係冇幾耐咧就過咗5、6年之後咧，其實我7、8年前咧有一個病情嘅情況係點咧？我手指有一點黑點，好似撞瘀咗咁，就黑點。咁經過5年之後咧，嗰個黑點咧由手指甲嘅中間咧，就走到手指甲嘅前邊，變為一個傷口。點知呢個傷口咧，經過2年都唔好，咁咧就初期都揾個侯醫生㗎啦，寫咗紙啦，年幾後先至復診骨科。我死啦，年幾後先復診。咁後尾我自己就睇下私家俾啲藥物殺，又唔得。到後尾呢啲醫生睇過之後，2年幾前都話，2年前都話都要俾骨科去切咗佢好啲喎。哇！當時我覺得冇搞錯啊，個傷口仔我切咗手指小部分，咁我梗係唔制啦。咁捱咗2年幾之後咧，咁另外睇一個醫生就話：你可能都係
呢個灰甲啫，咁掹咗佢就生翻就好㗎啦咁樣。點知掹咗之後咧唔好，嗰陣時先知道緊大件事啦。咁啊諗住抽嘢去驗癌細胞，而我手指公經過咁多年咗之後咧變咗張癌細胞。咁當時而家你見到我得一隻冇咗手指公嘅，咁啊就要切咗個手指公先去控制癌細胞。然後做呢個，但係咧我哋要做呢個手指公切呢個手術咧，係要首先咧要檢查有冇擴散，冇擴散，跟住盡快切咗佢。切咗佢之後咧，要抽淋巴，因為手指我第一個最大嘅關就係淋巴。呢個手胳肋底嘅淋巴，抽咗好多淋巴去驗。咁我做完呢個手術之後咧，就大鑊啦。因為我係一個右手嘅人，右手做咗手術，我右手唔喐得，淨係用我左手。點解我左手咧？用咗冇幾耐咧，唔夠2-3個禮拜咧，開始肩周炎，有左手肩周炎。咁當時咧，我自己都對我自己嘅步行養生功究竟係咪有冇用㗎？咁點解我步行養生功都係喺糖尿病之後揣摩到翻出嚟？咁係咁咧就當時我確信咧，因為步行養生功基本個概念咧就係靠自己行路而提升翻自己個叫做治療嘅能力，治療嘅自己康復自己自然康復嘅能力。咁咧，咁我經過2個禮拜，其實原來肩周炎咧，大家試過人都知啦，食必理痛都冇用。最有用當然就係貼止痛膠布，但係止痛膠布止咗痛，但係其實我而家先明點解人要止痛。你唔止痛，你跟住做唔到下一步嘅嘢。咁我止咗痛先可以喐佢啊嘛，喐痛嘅你喐都唔喐得，咁啊你咪要止痛咯。咁我做行路咧，通過2個禮拜嘅步行養生功咧，佢好快，比正常人快咗好多。一般步行肩周炎咧，冇1個月，有啲人半年都唔好嘅，起碼超過1個月至2個月，有啲先好得翻晒。咁我覺得咧，我即係通過呢個步行養生功，自己療翻康復翻。咁我其實我有個細佬係骨科嘅脊醫嚟嘅，我本來想揾佢幫我手，但係為咗證明我呢個步行養生功係得，我諗起我係冇揾到佢，我係靠自然康復。咁你唔好以為自然康復今日就掂喎，點知冇幾耐手腳麻痹，同埋咧肌肉閃痛。其實呢啲疾病咧，好多我哋中老年人咧經常遇到嘅問題。咁所以咧，我通過自己步行養生呢個步行呢個概念咧，咁啊的確令到呢個而家基本上就冇手腳麻痹，同埋咧肌肉閃痛咧。其實咧，原來一個我哋60歲以後嘅人咧，大多數人開始咧肌肉咧就可以流失。咁所以咧，做步行養生功嘅人咧，可以令到你即係提升翻你肌肉嘅彈性，亦都係令你可以吸收到，即係飲翻啲營養嘅湯粉啊，或者啲嘢可以吸收翻啲，食翻啲多啲肉啊，令到咧你肌肉可以咩？其實你行呢個步行養生功咧，其實過程裏邊咧，你會一路咧，其實就係呢個基本概念咧，就係話你俾啲時間自己去了解下自己嘅身體。咁所以咧，普通嘅行路同步行養生功基本嘅概念就喺呢一度啦，即係用你個意念去感覺自己身體邊方面有問題，提前預防有問題。當然呢個唔係神功。舉個例，有啲咩壞咗，有咩唔掂，你真係一定要睇醫生。記住呢個係一個物理治療，唔係咩又冇食藥又冇藥物嘅存在。咁所以咧，我喺總結我20幾年嘅經驗咧，就話積極人生，你個積極嘅態度都要有適當嘅你自己嘅或者運動啊，適當嘅心理個態度，即係唔係話有啲人好積極。我見有個阿伯好積極，呢個下嚟去跑啊成啊，最快收期就佢，即係佢因為人體又唔能夠太負荷太重，因為佢
你骨骼開始流失，即係鈣份唔夠啊，你仲負重更加唔好。咁所以咧，步行養生功基本嘅概念咧就唔係咩神功，就係話叫你自己去積極面對自己身體嘅實際情況。咁咧就慢慢就係揾，即係要提前預防。咁嗱，我今日就跟住講完呢個簡單我自己嘅經歷，而體會到所謂積極人生裏邊嘅所謂要步行養生咧，其實就係喺西醫嘅物理治療嘅一個安排嚟嘅啫。其實西醫有教人哋物理治療嘅。其實我點解我見到洗腎嘅人咧，我覺得好多咧，由於咧腎病係摧毀人哋嘅鬥志，所以咧練功練，所以我只好大一個體會，我自己都好積極。點解咁積極都好咧？當你好多事情嘅發生，你自己身體嘅情況，自己嘅思想諗法出現咗鬆弛，即係或者自己你身體嘅疾病，或者你身體嘅狀態唔好，即係你神洗腎嘅人咧，好攰，你叫佢行真係唔願喐，喐都唔想喐㗎。所以我就諗緊做咩運動可以令到嗰病人咧又有用，又對自己身體有幫助咧，就諗起即係原來咧人天生出嚟嘅人係好簡單嘅啫，原來你用翻你自己本分，即係人哋即係講叫大自然裏邊咧係俾咗你好多嘢，人生出嚟都係俾咗你自然康復嘅能力。只不過點解你啲疾病唔好咧？由於你平唔平衡。好簡單，我哋今日教嘅步行養生功，簡單講一句，行路要正確嘅姿勢就得啦。咁因為咧講係簡單，我同你大家講，一個人咧，你個身體特別係到60歲之後嘅人，你用咗幾十年啦，每個人咧，不論好多人係可能係工作因素啊，或者你生活習慣嘅因素啊，簡單寒背、彎腰，李嘉誠咁有錢都控制唔到佢彎腰，佢一樣點按摩都按唔到。我諗佢按摩唔少啦，係嘛？啲手唔正唔到佢嗰個彎腰，所以咧，當你仲能夠行，你就要注意自己身體嘅狀況。其實咧，當你個人保持返正常嘅姿態，一個人正常嘅姿態咧，其實咧就係你起起身。如果你因為喺地球之所以存在，有人嘅存在，有動物質所有嘅存在，由於地心吸力。咁你地心吸力嘅人咧，你好自然咧，耐咗咧，你會彎腰啊，碌下手咧，你會頭向前。咁所以你簡單嘅我諗，你保持自己嘅條腰，同埋個人頭冇得。但係冇辦法嗱，我哋今日教嘅步行養生功簡單嘅咧，就講一講嗱，即係就係話行翻正確嘅步行姿勢，就係步行養生功嘅口訣啦。其他嘅口訣咧，就有機會大家想學一啲，其實簡單嘅步行養生功咧，你再練再去自己去了解自己，了解落去咧，入邊好可以講博大精深，即係因為咧，即係好多嘅嘢咧係靠自己去學。我今日只能夠講俾你聽，注意咩咧？行路咧，你保持自己嗱，特別係病友，你唔因為點解啲人會向前行啊？因為咧要快，佢因為有個目的，有個目標，佢想要行快啲去到嗰度。一般人咧就會向傾前啦，呢個正常。由於經常用得太多咧，啲人慣性傾前之後咧，同埋咧你要睇下地下有冇嘢啊，可能踩錯腳㗎，係咪？所以頭耷嘅人咧係基本上大多數人都頭耷。咁所以如果你保持我哋學簡單步行養生功嘅概念就係話，你保持翻自己正確嘅步行姿勢點咧？譬如話行路，個人咧平時都係落低少少啦，起碼睇到地啊。其次咧行路咧，你練功嘅練咩咧？就係話你控制自己嘅身體平衡，簡單就係咁簡單。但係要控制自己身體平衡，點樣可以控制咧？咁咧你知其實嗰個口訣咧咩9鬆10要嗰啲咧，就係一啲再研究落去安排嘅嘢。好簡單，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平衡咧？
就係好最重要一點咧，就係我哋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個腰要微微收一收，好簡單，你收少少腰，咁咧個人咧就唔好大力喎，一大力你收幾耐，你咁頂一陣嘅啫。你微微收咧，保持自己呢個就叫做積極性啦。呢個積極性咧就令到你咧經常咧保持自己一個好良好嘅狀態去吸收，即係令到你自己咧氣運行得好咧，你自然又有嗰個效果出嚟。嗱，所以呢啲嘢咧唔係一個佢冇嗰個係全科學嘅，好正常。即係一個你點解其實咧有啲我都知道咧，神科有啲教你一啲基本嘅物理治療啊嘛，係嘛？咁其實所有嘅嘢都冇影響噶，包括你練做咩運動都冇影響。但係咧，你基本你正確嘅步行姿勢咧，原來咧你經常保持翻自己呢個動作咧，保持自己正常嘅行路咧。記住，特別係嗰啲我覺得洗腎人更加係，你唔好大步，一大步其實到60幾70歲嘅人咧，行大步都會影響關節喎。所以我哋即係我今日鼓勵大家就係點樣積極啲行路咧，保持翻自己積極嘅態度，咁你就會慢慢咧有翻你自己好多嘅嘢嘅。咁提前自己保護翻自己，咁呢個係我自己今日我所講嘅一啲好簡單，希望大家積極面對自己，咁希望能夠有積極嘅態度。其實咧好重要㗎，你知啲藥物對你嘅影響好大，但係咧亦都係調翻轉頭。你有積極嘅，你自己身體狀態好，你嘅副作用就少啲，少咗啲咧，咁你自己咧，佢之後嘅唔好嘅因素咧就會減少。咁你自己所以話齋積極因素，正能量提高。咁呢個就係我今日講咁多。如果自己如果有興趣，大家腎如果有機會嘅，再研究我嘅即係步行養生功嘅其他嘅嘅各方面嘅嘢咧，我有機會我再同大家分享。好，多謝大家。